本集內容：漏嘴。漏嘴係指因一時口快而講出咗內心唔應該講嘅說話，例如心底話、真話、髒話、無禮、非法嘅說話等等。不過，漏嘴往往會俾人借住唔係故意嘅特性而作出暗示、揭露或者奚落。例子一：皇上，大黑帽嗰條乸型擅闖禁宮，仲企圖裝貴妃沖涼。我想話阻止都仲俾佢毆打，真有係咧！偉大人身受何職啊？426啊，唔係吳多國大學士兼鹿鼎公。片段裏面，男子被問到佢嘅身份嘅時候，一時口快話426，係揭示咗佢自己天地會嘅身份。例子二：或者我哋都不能避免。我唔係一個隨便嘅人嚟噶。我係唔係，我都唔係。況且我之間仲有隔膜。片段裏面，女子話自己唔係隨便嘅人，男子就一時口快話佢自己係，咁即係暗示咗佢自己開放嘅態度。例子三：如果唔紅又唔紅啊，搵第二樣嘢做噶啦。搵咩啊？第二樣嘢俾你做，你搵咩？咪跳翻舞咯。跳翻舞啊！我哋跳舞噶，以前係咪邊間冇聽？唔係，即係邊間冇聽學院啊？我唔識嗰啲三步啊、牛仔啊、慢舞啊，呢個反而唔識喎。片段裏面，女子話自己會跳舞，男子就一時口快問邊一間舞廳。但係舞廳可以係指色情夜總會，咁即係借住漏嘴而造成奚落。最後總結，漏嘴可能係無心之失，但亦都往往係借住唔係故意嘅一時口快而作出暗示、揭示或者奚落。相關嘅議題，我哋會係將來嘅集數再加以討論。拜拜。